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粮食。到耶稣这来的人，心灵的确袂夭糕；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焦。请收听活命的粮食。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活命的食物、活命粮食这单元呢，要特别为你邀请到真耶稣教会单总会赖英福传道呢，来对圣经当中来谈论一寡关于安息日真理的几项问题。赖传道你好，诸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咱已经听到赖传道伫顶礼拜咧讲到讲律法时代安息日，讲起来安息日真正是需要去遵守神的诫命，这当讲是超越性的诫命，伫这个十诫还未定立以前，就已经有了安息圣日的定立，并且呢，咱会当听到赖传道伫迄个圣经内面讲，律法时代迄个安息圣日，虽然是爱遵守啦，嘛遵守甲真正艰苦，就是讲，那做工呢，需要对百姓中间来监督，就是讲意思甲抛死就对啦，要用石头击死，嘛毋通经正守寡，这种嘛是爱得到这个生命的这种签还吼，并且呢，袂当做工，袂当起火。调查，并且也袂当去击酒啦，去打酒炸酒这方面的代志，也袂当讲有打做工课的代志，甚至呢，叫卖水啦，嘛袂当行远路啦，袂当摕铺就讲摕储备生活上的这种需求嘅需要，甚至呢，当初时这犹太人咧讲到主要说，伊伫这个安息日，伊伫病人的时阵，法利赛人嘛反对逼耶稣，可见当初时犹太人真正伫律法中间安息日呢，是守得非常严谨并且真严格。咱今日要来请教的赖传道，敢讲这个时代遵守安息圣日，需要用到这种旧约时代这个安息日的方式来遵守，还是讲像讲即摆安息日会，伊嘛是咧遵守安息圣日，因所守的嘛是敢若像旧约时代迄个安息日。安尼，咱请问赖传道，根据的圣经来讲这个安息日是需要遵守，但是安息日为耶稣基督这个恩典时代安息日呢，这个正义是毋是更较重要？咱是毋是请赖传道甲咱介绍一下？讲到这个安息日吼，那是参是犹太人啦，安尼伫守这律法的安息日吼，真辛苦但是咱知影，旧约时代叫做律法时代，因为摩西颁布10条诫命，甲一律例典章等等。主耶稣基督一个来，2000多年前，主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间，在圣经有咧写讲。耶稣基督神的囝儿，伊就是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将福气带到世间来。所以耶稣一个来，恩典甲真理都来到世间咱要得到恩典，恩典就是讲白白予咱呢，免付出什么代价，耶稣白白带这个恩典予人。所以新约时代就是恩典时代，耶稣白白为你定死十字架，用无罪的性命替你这有罪的人。来牺牲，来流血，来死。所以耶稣基督来，这恩典就带到世间来。所以新约时代咱甲称作恩典时代，就是讲耶稣白白要将伊的救恩赐予人的时代。所以带着足济福气来到这个世界。虽然是安尼但是耶稣在世间那个日子足济摆这文士法利赛人啦，甚至希律党的人啦几若摆拢要诛灭耶稣，要杀耶稣。原因是啥物？就是因为安息日的问题。耶稣对这个安息日的见解，甲古早律法时代迄个安息日无共款。因为安尼袂当得到当时的这法利赛人、犹太人因的这个教义，所以想尽办法要诛灭耶稣，嘛是因为这个安息日遵守的方法。所以咱即马讲，咱应该遵守的是耶稣予咱的恩典时代安息日的遵守方法才对，这才是咱应该遵守的。咱为什么要按照主耶稣的方法来守安息日呢？这是有圣经真好的根据伫哩。咱来看马可福音第2章的23节一直到28节，这段圣经内面有在记载。讲有一摆安息日的时阵耶稣带着伊的门徒为这个人迄个马田经过。迄天安息日因伫行的时阵迄门徒大概是腹肚枵啦，就带这个麦穗。甲薄薄的，输迄个汤来煮鸡啦这法利赛人一个看到就甲耶稣讲
哎呀，你看，因在安尿你为什么做不用你做的代志呢？啊，这耶稣就甲讲圣经上有记载大卫的故事，这记载撒母耳记上的21章第1节到第6节。有一摆大卫甲军队伊的人，因伫逃难的中间，已经食米拢用了，所以腹肚真枵。所以这大卫就派人去到这个拿别祭司迄个所在，来甲讨食米啦。讲你是毋是会当互阮5个饼，甲别人食米？这个祭司安怎讲？你讲，哎呀，普通人食的饼甲这食米我遮拢无啊啦。敢若有这个拜神的这个金色桌仔顶，这金色饼。恁都腹肚遮枵啊那安尼我这金色饼本来恁袂使食，本来是祭司才会使食这金色饼，但是恁都腹肚真枵所以恁摕去食。我这佫用新的金色饼放在这金色桌仔顶。主耶稣就因这个咧来讲，为着听这人惊因腹肚枵，这祭司就会晓摕迄个金色桌仔顶的饼，本来是祭司才会当食。但是因为这人都真可怜，腹肚枵，摕这饼互大卫军队人。咱今日嘛是同款啊！我甲文图经过这个麦仔田，今日是安歇日对无？我的文图腹肚枵甲叽咕叫，袂当安歇啊！所以因带麦穗来食，食了腹肚饱，伊就安歇咯。这敢有啥毋对呢？所以耶稣才对因讲，我这个马可福音2章27节，讲安歇日是为人设立的。人毋是为安歇日设立的，28节，所以人子也是安歇日的主。哇，这句话真清楚。人子人的囝，这里指着耶稣本身。讲我嘛是借着圣灵，借着玛利亚这童女来甲生出来，所以我嘛是人的囝。所以伊讲人子是安歇日的主，我就是安歇日的主啦。我就是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啦。当时天地万物造作咯，第7日安歇。祝福这个第7日定做圣日，这个嘛是我啦，我就是安歇日的主啦。所以我有这个权柄来改安歇日遵守的方法。在古约时代遐严格，但是安尼做都要治死。但是我就是安歇日的主。安歇日是为人设立的，人毋是为着安歇日设立的。既然安歇日是为人设立的，要互人这身心的安歇啊！我的温度腹肚枵甲气呼吸。袂当得到安歇啊，所以我允准伊去带这个麦穗来食互腹肚会当饱，会当安歇，所以应该是可以所以为耶稣所讲的这段话咱会当真清楚的明白，耶稣就是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就是设立安歇日的主，耶稣有权柄改变遵守安歇日的方法。安歇日是为人设立的，人。若是无安歇的时阵，神疼人，我安歇日要互人安歇，腹肚枵嘛要互伊饱，互伊得到安歇。所以伫马太福音第5章17节18节安尼讲，这是耶稣讲的。讲你毋通想讲我来是要废掉律法甲先知，讲我来毋是要废掉咱是要甲成全18节，讲我实在甲恁讲，就是到天地拢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袂当废去。当要成全，这耶稣甲咱讲，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律法时代迄个安歇日遐尼严格，足歹遵守的，遵守了真辛苦，个若是干犯着，都要治死，这讲起来是互人真歹接受。耶稣来毋是要改变旧约时代迄个安歇日，毋是。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就是要互这个安歇日会当互人得到安歇。耶稣来是要互人在安歇日得到安歇。所以这就是成全律法的一个做法，这是耶稣所讲的话。这真清楚，互咱明白。既然耶稣是讲安歇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主耶稣毋知讲。既然劳苦大的拢可以来到我这，我就互恁得到安歇。这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既然劳苦大的人可以到耶稣这来，耶稣就是安歇日的主，要互人得到安歇。所以讲，咱知影讲今日这个世代尤其咱台湾这个地区，足多人真迷信，惊抢着、刷着、吐着，分丧喜庆，看时看日、看风水、看地理，对家己的命运非常的袂安心。所以抽签相命卜卦看8字，农历7月时讲是几啊月，惊几甲清楚好兄弟都要中原普渡，都要甲拜。
讲起吼，咱足侪人实在足可怜啦，袂当得到安乐，心内无平安，心内无自由，心内无喜乐，心内无愿望。但是主耶稣，伊要做咱的安息的主，因为伊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着咱得到安息来设立的。所以因典时代安息日，这基本精神就是伫遮。讲到这吼，咱会当过来请教大谈道，有关耶稣基督伊是安息日的主，伊伫安息日伊是安怎指示咱守安息日的守法，因为伊的生活动作伊安息日的工作当中，咱的确会当知影讲，耶稣伫咧指示咱伫安息日应该安怎做，较合乎，真正是安息日是要互咱得到安息的，是毋是？请大谈道对圣经内面甲咱讲解一下。咱昨都有讲过，讲旧约圣经内面迄个安息日，这是律法时代安息日，是严格守起来真辛苦的，互人袂当真轻松。但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7章18节安尼讲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利益，所以废掉了。律法时代这个安息日遵守的方法，讲起来这种条例实在是互人真辛苦，所以才讲软弱无利益，对人无利益。人要守起来嘛，感觉真软弱。所以这种律法的安息日实在在恩典时代爱改变。所以圣经毋知讲，这种软弱无利益的条例，我会甲废掉。耶稣就是废掉律法时代遵守安息日的迄个方法，换做自由、轻松、平安，互人真会当接受的这个恩典时代这个安息日。所以为头拄马可福音2章27节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真重视的就是人啦，看重就是人的生命、人的生活。所以安息日爱重视人身心的安息，人是安息日的主人，毋是安息日的奴才，所以无需要受这安息日甲咱束缚。所以一寡身不由己的，像讲你个学生一定爱去读册啦，公务员爱上班，还是讲军人爱保卫国家吼。参照这种情形，咱拢会当照常去读册、去上班、去工作。但是咱当纪念安息日、守到圣日咱的心中依然爱纪念安息日。对这个时间有办法家己控制，会当有自主权的这信者咱都要凭着信心停止咱世间的工作。在安息日的时阵，咱来到圣殿，用这个圣洁的心来参加崇拜聚会。咱的天顶的神的确赐福气互咱。咱做若是无心要勉强来遵守这个安息日我看咱的心灵嘛袂当得到安息，安尼嘛失去这个安息日的意义啦。说出你来讲，哎哟，我若无去教会守安息，耶稣会甲我管教安尼你就感觉讲你是受逼迫。才去教会去遵守安息日，纪念安息日，安尼就无意义去所以这个安息日遵守的方法，应该用自由、平安、轻松的这个方法，的这个心理来守这个安息。若为圣经甲看起来咱知影这约翰福音第1章内面有写起真清楚，就是讲主耶稣基督伊来到这个世间，伊带予咱的是啥物物件？在这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安尼讲道成了肉身，住伫咱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咱也见过伊的荣光，这是白独生子的荣光。伫17节才嘛有讲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甲真理拢是为耶稣基督来。所以主耶稣一个来带充充满满的恩典甲真理，互世间人咱来相信耶稣，会当为耶稣来得到这么多丰盛的恩典。咱讲到这咱就要讲到耶稣到底指示咱安怎得这款安息日的恩典。安息日耶稣是安怎的遵守？咱会使为圣经内面来查考来了解。参照讲马可福音12章第9节到14节这都记载一段新约，这真奇妙。这就是讲耶稣伫会堂的时阵去拄着一个人一只手高打去迄气拢无流通啦有人就问耶稣咯，讲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其实这个人要试探耶稣，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就讲恁中间煞人有一只羊在安息日跋倒在这个溪底无赶紧将伊甲救起来。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对就甲迄个人讲，伸出你的手来，伊将手一个伸出来，手就复原，甲另外一只手同款。
法利赛人出去参详，要怎样对付耶稣？所以为这大新了，咱清楚明白，讲安乐你既然是为着人设立的，安乐你是要互人得到安乐的，所以安乐你去帮助人，去做一寡善事，医治人的病，互人快活，互人安乐，这当然是可以。这咱看出做善事救人治病，这拢是主耶稣教咱讲可以做的代志。那为这个马可福音第1章内面咱会当了解，耶稣安乐你去到圣殿内面做啥物代志？读圣经，教训人，互人心灵得到属灵的粮食，心灵会当欢喜充足，心灵会当真充实。耶稣佫赶出犯鬼的人，所以安乐你会当帮助人赶鬼，互伊会当得到平安，免受鬼欺负。耶稣佫安乐你煞佫出去访问，所以去访问信者，关心人的性命，关心人的信仰、生活，这种真好。耶稣佫医治这个西门彼得的这个丈夫，因为伊患着这个病，所以安乐你去帮助人，祈祷去帮助人得到平安，做善事，这种可以。过来，咱来讲耶稣到底安怎启示咱来守这个安乐日的时阵这个恩典的安乐日，在这个路加福音13章第10到16节，就记载一段见证，这段新约真奇妙。第10节才讲安乐日，耶稣在会堂内面在教训人有一个妇人被鬼附着，半病了18年，腰弯到一点都直袂起来。耶稣看见着，生出怜悯的心所以就甲叫我来，对伊讲：妇人你脱离这个病咯，做咩用两只手按着伊，伊随时就直起腰来，归荣耀神。迄个时阵管会堂的人，伊嘛是守这律法的安乐日，所以因为耶稣在这安乐日治病就气愤愤对众人讲：6日应该做的工作，6日内面要去求医生医治拢会使。拄摆安乐日哪会使做这？袂使啦！迄阵15节才记载主耶稣就讲假冒为善的人敢讲恁个人在安乐日无偷开恁兜迄个座顶的牛甲梨牵牛甲梨去啉水嘛？况且这个妇人本来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魔鬼捆绑了这18年呢，敢无应当在安乐日偷开伊的百会会当得到安乐吗？耶稣讲这个话的时阵，甲耶稣做对着的人，因就感觉足见笑。众人就因为耶稣所做的代志，将这荣耀归于神，大家都足欢喜。所以为新约内面，咱会当清楚了解耶稣的意思，就是甲咱讲，安乐日就是要互人的身心得到安乐，所以偷开人的束缚，互这个人脱离魔鬼的这个控制欺负，对这个人真大的爱。所以耶稣互这个18年受苦的病人，得到了自由，得到了平安，得到快活，得到了安乐。这在安乐日做这种救人的代志这是应该的代志。过来咱来看约翰福音的第7章，才有这记载，当时的这犹太人因实在未当理解恩典的安乐日是啥物物件。所以在约翰福音第7章的21节开始耶稣对这看到耶稣医治了患38年病的人了后因所讲的这话耶稣给因做一个解释。耶稣讲：我做了一件事，就是互这个必须代志38年的这个病人好起来这个代志讲恁拢掠做真稀奇是无？摩西传割礼互恁，因为安尼，恁也在安乐日甲人行割礼对无？人若是在安乐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乐日叫一个人完全拢好咯，恁就向我来受气是无？耶稣讲这段话是你甲这犹太人讲我在必须代志叫迄个破病38年的人好起来，我做这样好代志结果恁讲安乐日哪会使摕着肉安尼得行意思就是讲安乐日耶稣哪会使医这个病众人虽然为着耶稣行神力感觉真稀奇，但是未了解耶稣为什么在安乐日做这个互人安乐的代志，所以耶稣才用举一个例来说明讲古早摩西咧传律法的时阵，伊嘛有咧讲讲一个查甫囡仔出世第8天，伊就爱行割礼。咱想看觅，今日阵若是安乐日，这个囡仔出世，过8天，是不是后一个安乐日？这个拜六，这个囡仔出世算第8天，就是后一个星期六安乐日。按照摩西律法，恁在安乐日，你嘛甲这个婴仔，这查甫婴仔行割礼对无？因为恁惊违背摩西律法对无？
啊，既然是安尼，哇，今日互病人好去，就是疼这个病人。啊，这个其实这10条诫命吼，就是这个爱的诫命嘛。前啊4条就是要尽力去爱神，后啊6条就是要疼人像就疼家己啊。啊，所以我做救人、医人的病的代志，互这个人得到平安、得到安息，这就是实行神爱的诫命。安尼有啥物唔对？我疼伊啊，我互伊好啊，我互伊安息啊，这无啥物唔对啦。所以耶稣就是去解释这个问题，甲咱讲安息日啊，可以行善，可以帮助人，可以传福音，救人的灵魂，可以帮助人祈祷，医人的病，做爱心的代志，啊，互人会当得到安息，这是绝对好的代志。咱拄仔听着大传道真详细，甲咱讲解着耶稣基督，伊安那伫安息圣日当中，安那传福音救病苦，这代志拢甲咱讲解非常清楚。啊，那安尼吼，咱今日伫因典安息日顶面吼，咱因为伫国家当中吼，咱诶有亲戚人伫咧做头路嘛，啊伫咧上班，还是讲伫咧上学，啊那安尼以免咱来过安息日安尼。讲起来吼，这个安息日是自由平安的啦吼。啊，所以讲咱爱看情形啦吼，唔通勉强守安息日，因为是为人设立的。啊，所以你若真不得已，像讲你都有人就讲啊，阮去一个国家吼，啊飞机拢拜六才有飞啦，啊你要叫伊讲坐船去哦，无可能的吼，啊都爱坐飞机啊，坐飞机的时阵拄啊是安息日，啊搁拄啊教会伫崇拜聚会。啊，伊嘛是爱去坐飞机啊，这是不得已的啊。当然神拢知影，咱毋是故意歹守安息日，是为着特别的缘故，所以无守。同款的道理啦，啊，咱这学生、公务员、军人啦，还是特别工作的人吼，啊，咱某一个方面袂方便吼，咱无来守安息日，这嘛是不得已的。啊，不过咱讲过，讲这安息日这条诫命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做生日，遵守这是一方面，上要紧，你的心内爱尊敬这个安息日，啊，所以爱纪念安息日，你的心爱纪念安息日，这真要紧。最后我讲一个见证，这个咱屏东遐有一位黄惠理执事，啊伊还未入职进前啊，啊因翁仔某吼就是拢透早吼，啊拢开车到这市场去卖物件，啊因为卖物件一卖吼，啊就7摊8摊吼，早起才袂当来教会参加安息日聚会啦，啊所以安息日早起吼无办法参加，心内嘛有一点仔艰苦。啊有一天吼，伊就听到安息日的道理。讲你若凭着信心吼来遵守安息日吼，神一定在各方面赐福去互你。啊，所以伊就下一个决心啊，讲拜六早起吼，我即马透早无爱去市场去卖物件啦，因为主耶稣知影一定无亏待人。啊，所以就变做讲，逐工早起拢有去，敢若拜六早起无去市场去卖物件。过一段日子，笑甲算算，哎哟，啊，遮奇妙！啊，一礼拜做6天的生意，啊，比过去做7天的生意赚钱赚较多。啊，这明明是神的恩典啊！啊，无偌久吼，伊佫想讲，啊，礼拜日早起吼，啊，我嘛去市场卖物件。啊，礼拜日早起教会吼，这儿童聚会啊，啊，我囡仔才袂当甲带去教会，安尼嘛正好。啊，我囡仔若无道理吼，将来趁伫全世界无效哩。啊，我信耶稣就是为了将来这就天国的永生啊！啊，所以礼拜日早起伊嘛无去做生意，用车载着囡仔来教会参加聚会。过无偌久，我算数，奇妙啊！一礼拜做5天的生意，顶到比做6天的赚较济。哇！啊，这是感觉讲实在有影，咱若注重这天国永远的福气，天国永远的安息，咱常常聚会来敬拜神，尤其是守安息日、纪念安息日，神大大赐福气。感谢主，即马神赐福气，互伊即马有3栋厝，还有店面，足奇妙。咱真感谢大传道吼，今日用恩典的安息圣日，甲咱做伙来分享，也讲得非常的清楚。最后，咱请大传道伫遮吼，甲咱带领着咱的朋友，做来用天顶的真心来祈祷。咱请大传道。请大家额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俄罗你的恩典。自古以来，你造天地万物，互阮享用。你设立了安息圣日。就是7日的第7日，今日阮在这个周末星期六的时阵，阮真耶稣教会拢遵照主你留予阮的榜样，
阮来纪念安尼日守做圣日，阮也有崇拜聚会，阮的兄弟姊妹，阮的传道长老执事，阮的负责人，阮足济福音组的工人，大家拢真认真伫做教会圣工，因为阮知影，伊都爱新约圣经内面教阮指导，在安息圣日的时阵，就是要互阮众人真正身心得到安息，也要互别人的身心得到安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安息圣日的时阵，不但会当参加崇拜聚会，阮会当帮助人祈祷，会当去访问信者，会当行善，会当去救人，做一寡好事，好了，人拢享受主你赐予阮的安息。主啊，阮今日在地面上，一方面纪念你赐阮安息圣日，一方面阮仰望天国永远安息。求主耶稣，你甲阮同在，互阮每一位听到道理，或者阮亲爱朋友，会当有心来追求这个天国永远的安息，就是讲会晓来纪念安息圣日，会当来到主你的教会来听道理，互阮心灵得到安息。求主耶稣，你将这个得救的福音赐予因，引导因来行天国得救的正路，互阮将来永永远远拢甲主耶稣你来享受天国的福气甲快乐，就是天顶阮家乡永远的温暖甲安息。求主耶稣，你将这个恩典赐予阮，愿一切荣耀上赞尊贵，拢归主耶稣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好，来感谢罗传道，也感谢咱亲爱朋友来收听，求主耶稣来祝福大家平安。